我哋低頭同心禱告。跟住我哋多謝讚美你，你係嗰位說話嘅神。多謝你俾全教會有一同嚟到聚喺你面前聽你嘅話語嘅機會。我哋多謝你過去已經帶領我哋經過2堂嘅特別聚會，今天早晨同埋下午我嚟到第3同埋第4堂。主啊，當你說話期間，讓我哋有個謙卑嘅心。主啊，真係有個心話僕人敬聽。當聖靈向教會說話嘅時候，凡有意嘅都應當聽。繼續祝福我哋嘅心田都係好土嚟到盛裝你嘅話語，恭敬嘅將跟住個信息加你嘅恩手嘅當中。求你對我哋每一個嚟到說話，榮耀歸俾你，祝福歸俾你嘅教會。我哋禱告靠耶穌嘅名祈禱。阿們。這次特會我們是以時代的得勝者為主題。呢一次嘅特別聚會，我哋係以時代嘅得勝者為我哋嘅主題。我們從聖經裏頭選幾個主要的代表人物。我哋從聖經裏邊揾幾個主要嘅代表人物，看他們是怎樣在他們那個時代成為神的得勝者。我哋要睇一睇佢哋喺佢哋嘅時代點樣能夠成為神嘅得勝者。雖然這些人物我們都非常熟悉他們的故事，呢啲人物雖然我哋都非常熟悉佢哋嘅故事，但我們願意是從他們的生活經歷裏頭，但我哋仍然願意從佢哋嘅生活經歷裏邊，他們是怎樣得勝，佢哋係點樣得勝，怎樣成為得勝者，點樣成為一個得勝者，讓我們受到激勵，讓我哋受到激勵，也學習跟從他們的腳蹤，亦都學習嚟到跟從佢哋嘅腳蹤，能在我們現在的時代中，好叫我哋喺我哋現代嘅時代嘅裏邊，我們也成為神的得勝者，我哋都能夠成為神嘅得勝者。我們已經看過亞伯拉罕，我哋已經睇過亞伯拉罕，他是在當時全地集體背叛神的時代，佢係喺當時全地集體背叛神嘅呢個時代，都在拜偶像的當中，人人都係拜偶像嘅當中，神選召他起來，神係選召佢起嚟，成為那個時代的得勝者，成為嗰個時代嘅得勝者。我們昨天晚上也看見摩西的歷史，昨天晚上我哋都睇過摩西嘅歷史，當神的選民落到埃及的轄制裏頭，當神嘅子民落喺埃及地嘅轄制嘅裏邊，神如何選到了摩西，神點樣揀咗摩西，把這一些神的子民從埃及帶回給神，將神嘅子民從埃及地帶回歸俾作為神嘅子民，回到一個正確的地位，回翻到一個正確嘅地位，來侍奉我們的神，嚟到侍奉我哋嘅神。那今天早晨我們一同來看但以理。今天早晨我哋一齊嚟睇但以理。我們覺得但以理當時處的時代，我哋覺得但以理身處嘅時代，跟我們今天的時代更加貼近，同我哋今日所處嘅時代更加嘅貼近。但以理不僅處在一個拜偶像的國家，但以理唔單止身處一個拜偶像嘅國家，但以理當時在巴比倫乃是個商業發達，當時嘅巴比倫亦都係商業發達嘅，經濟繁榮，經濟繁榮，也在一個給世人有很好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俾當時嘅人有好好受教育同埋就業嘅機會，有很多的競爭，很多的衝突和壓力，有好多嘅競爭，有好多嘅衝突，亦都有好多嘅壓力。我們今天處在這個時代，我哋今日身處嘅呢個時代，是在科技的高潮裏頭，實在係一個科技嘅高潮嘅裏有邊，很多人可以受很好的教育，好多人都能夠受好好嘅教育，也可以之後就得着很高的職位。喺呢個時候亦都可以能夠得着好高嘅智慧。但我們恐怕因為這樣的機會，但係恐怕我哋因為咁樣嘅機會，我們全部給世界這一些所包圍、所霸佔，我哋就恐怕我哋被世界呢啲所包圍、所霸佔，我們就不能來侍奉我們的神，我哋就唔能夠嚟到侍奉我哋嘅我們就神，不能在這個時代做神的得勝的見證亦者，都唔能夠讓我哋喺呢個時代作神見證嘅得勝者。這個時代也是滿地都是偶像，呢個時代都係滿地偶像，不僅是那個廟裏頭的偶像，唔單止喺廟裏邊嘅偶像你，看到處什麼影星、歌星，一大堆的歌迷，一大堆影迷跟上去成為他們的偶像，並且好多嘅明星、影星、歌星吸引咗好多嘅歌迷、影迷，一大堆嘅都成為佢哋嘅偶像，受了多
多少的影響，受咗幾深嘅影響。但我們讚美神。但係我哋讚美神，但以理處在那個時代裏頭，但以理佢身處喺嗰個時代嘅裏他邊，能夠站起來做相反的見證，佢係能夠站起嚟做相反嘅見他證，能在那裏受最好的教育，佢能夠喺嗰度受最好嘅教育，有最好的職位，亦都有最好嘅智慧，但是跟他的信仰沒有抵觸，但係同佢嘅信仰都毫無抵觸。他反而利用那些機會，佢反而係利用嗰啲機在會那個時代喺嗰個時代來見證我們的神。嚟到見證我哋嘅神。在當時那個霸佔全世界最有權威的朝代裏頭，喺嗰個霸佔全世界最有權威嘅嗰個時代嘅裏邊，他見證乃是永活的神掌管天下。佢係見證係由榮耀嘅神嚟到掌管天下我。們盼望今天我們在這個時代裏頭不被這個時代所沖走，我哋盼望我哋身處嘅時代裏邊唔俾時代嘅潮流沖走。我們要像但以理起來站住做剛強來見證。我哋好似但以理站起嚟做剛強嘅見證。雖然我們知道但以理的一些的經過，雖然我哋知道但以理一啲嘅經過，但我們還是願意提出幾點一同來看。我哋還是願意提出幾點，讓我哋一齊嚟睇一睇。我們知道但以理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被巴比倫擄到巴比倫去，我哋知道但以理好年輕嘅時候就被擄到巴比倫，這是一個很悲慘的一個經過。呢個本來係一個好悲慘嘅經過，國家失敗了，亡了，國家亡咗啦，家也破了，家亦都破啦，年紀輕輕被流放到外邦之地，年紀輕輕就被流放到外邦之地，有什麼前途？有乜前途？有什麼盼望？又有乜嘢盼望？若是今天來講，我們會抱怨神，如果係我哋今日嚟講，我哋好容易就抱怨神因，為神你離開了我們呢，因為神離開咗我哋啦。說我為什麼還要來親近你？我哋點解仲要嚟到親近神呢？你不愛我們，我也不要愛你。你既然唔愛我哋，我哋都可以唔愛我們可以你。很灰心喪志，我哋係可以灰心喪我們志嘅，可以自暴自亦棄，都可以自暴自棄。特別是年幼的時候，特別係年幼嘅時候，我們有很多的思想，我哋有好多嘅思想，我們想不通，我哋諗唔通，我們轉不過來，我哋轉唔到過嚟，所以我們只走我們自己要走的路。所以我哋就走自己要走嘅路。但這個不是。但係呢個唔係，但以理出生在貴族的家庭，但以理出生喺貴族嘅家庭，他不到20歲就被擄到巴比倫地。 20歲唔夠就被擄到巴比倫地。神給他預備有機會啊可以受很好的教育，神俾佢有機會受好好嘅教育，神也給他預備有機會可以到宮廷裏頭去當官，佢亦都可以俾佢有機會喺宮廷裏邊嚟到做官。這是青年人所要尋找得到的。呢度都係一般青年人所尋找希望得到嘅，但係他卻站在一個相反的地位。佢卻係站喺一個相反嘅地位我們。先讀長坎裏頭的一節的聖經。我哋先讀長康裏邊所記載嘅一段聖經。我們把最後一段第9段讀一下。我哋先讀第9段嘅聖經。我們也只讀末了一句就可以。我哋只係讀末了一句就可以啦。但以理書11章32節最後一句。唯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再一次，唯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在神奇妙的安排裏頭，喺神奇妙嘅安排裏邊，因為但以理是一個很有智慧，但以理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很聰明的人，好聰明嘅人。所以雖然在那個被擄的光景中，雖然佢身處被擄嘅光景裏邊，他有機會受教育，佢有機會受教育，他就好好利用那個機會，就去讀，就去受訓練。佢就利用嗰啲機會去讀，去受訓練。那個當時的朝廷也很開放，當時嘅朝廷都好開放，他給很多的機會，甚至給被擄的猶太人也有機會可以入宮那個當職。佢甚至俾當時被擄嘅猶太人有機會可以做工，可以當政。所以但以理和他3個朋友
就被選上。所以但以理同佢3個朋友被選中，送到宮中要受一些的培訓，送到宮廷裏邊受一啲嘅培訓，然後可能有機會就被朝廷所用。如果有機會嘅話，就被朝廷所用。但以理和他3個朋友就得到這個難得的機會。但以理同佢3個朋友就得到呢個難得嘅機會。但是在受訓的時期，但係當佢受訓嘅時期，那個太監就說：你們要吃得好，吃得胖。太監同佢講啦，你要食得好，仲要食得肥，所以要享用王宮的膳食，就要享用皇宮嘅膳食。好叫你們好的表現，可能有機會選上。如果你好嘅表現嘅話，就會被選中啦。誰知但以理和3個朋友，誰知但以理同佢3個朋友卻說：我們不吃王家的美酒美食，我哋唔食皇家嘅美酒美食啊！我們情願喝白水，吃青菜。我哋寧願食白水，喝開水，食青菜。太監說：這個不可能啊！太監話唔得㗎，若是你們這樣的話，這個我的頭啊都保不下。如果你咁樣做嘅話，我自己嘅頭都保唔住啊！他們堅持，但係佢哋堅持。為什麼？點解？那我們讀第一段的聖經，請我哋讀第一段嘅聖經。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不用玷污自己。你看見為什麼？點解呢？因為他不願意這一些的食物使他受了玷污，佢唔願意讓呢啲食物令佢哋受到玷污，因為這一些的食物都是拜過偶像的，因為呢啲食物全部都拜過偶像嘅，甚至可能在食物裏頭還有這個血，甚至食物裏邊可能仲有血啊。所以但以理和他朋友為咗敬畏神，但以理同佢嘅朋友因為要敬畏神，不讓這一些東西玷染他們，唔讓呢啲東西嚟到玷污佢哋。更是但以理在這麼年輕的時候敬畏神，但以理咁年輕嘅時候就懂得敬畏神，愛神，亦都愛神。為咗這個，他情願犧牲這些美食的享受。所以為咗呢個緣故，佢寧願犧牲呢啲美食嘅享受。青年弟兄姊妹，青年嘅弟兄姊妹，若是你我有這樣的機會，如果你有咁嘅機會，你會放棄嗎？你會唔會放棄啊？免費的。係免費噶，美酒、美酒、美食、美食，哎呀，太好了！應該話太好啦。你看今天有些地方啊，供應免酒、不收費的酒啊，他們一瓶一瓶就喝了。如果今日個地方係供應免費嘅美酒，嗰啲人一樽一樽咁樣飲啊。這些是世上買不到，是王家專用的膳食。呢啲世上係買唔到㗎，係皇家專用嘅膳食啊，還不用付錢，仲唔使錢嘅，還不爭着去嗎？仲唔爭住去？這是大好的機會，呢個係大好嘅機會。何必你們這樣堅持不吃？你們好傻啦！何必咁樣堅持呢？你實在好傻啊！那不僅你可以沒有被選上的機會，唔單止你哋會失去咗被選中嘅機會，甚至連命都保不住，甚至連命都保唔住啊！但以理和3個朋友不是這樣看，但係但以理同佢3個朋友，佢唔係咁樣諗。我們敬畏神，我哋敬畏神，我們相信神，我哋相信神，我們愛我們的神，我哋愛我哋嘅神，我們情願沒有這一些，我哋情願冇呢一啲，我們要做這個分別為聖的見證，我哋要做一個分別為聖嘅見證。神比我們的性命更加寶貴，神比我哋嘅性命更加寶貴，所以他們堅持要求這樣做，所以佢哋堅持要求咁樣做。太監答應了之後，結果太監答應咗之後，結果你看見他們的結果比其他吃用王家的食物的更表現得更好。但係佢哋嘅表現比嗰啲食皇家膳食嘅年輕人表現得更加好。神沒有虧待他們，神冇虧待佢哋，所以他們竟然在巴比倫王的面前面試考試及格了。佢哋喺巴比倫王面前係面試考試合格，被選上了，被選中了，而且神給他們是超過別的10
倍的聰明智慧。神並且俾佢哋嘅係比一般人10倍嘅聰明同埋智慧。這個往面試這幾個人覺得很驚訝，太好了。所以面試嘅人就覺得好驚奇，太好啦！你們這個幾個錢很有前途，你哋幾個年輕人好有前途，就給他們很高的職位，就俾佢哋好高嘅智慧。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特別青年弟兄姊妹，特別係年輕嘅弟兄姊妹，在職的青壯年人，仲有在職嘅青壯年人，學習把我們的前途交託給這位信實的神，學習將我哋嘅前途交託俾呢位信實嘅神，他們就完全把前途性命交託給神，佢哋就將佢哋嘅前途以至性命係交託俾神，讓主來掌管這一切，讓主嚟到掌管一切。這個主權完全給主，呢個主權係完全俾我要讀主。什麼學校，我要讀乜嘢學校？我要讀什麼科，我要讀乜嘢科？我做什麼事情，我將來要做乜嘢職業？他沒有抓在這裏手裏去打算，佢哋冇找喺自己手裏邊嚟到為自己打算，去爭取，去爭取。他是完全交給神。佢哋係完全嘅交俾神。那樣的機會，別人就盡想辦法想得着。其實咁樣嘅機會，其他人會用盡辦法嚟到得着。但對方覺得有感謝主，沒有所謂。但以理就覺得有感謝神，冇所謂。因為他的神會掌管眷顧他，因為佢知道佢嘅神會掌管同埋眷顧佢。這是他跨出了那個得勝的生活的一步。呢個就讓佢跨出咗得勝生活嘅第一步。我們知道今天的在這個社會的情形壓力很大，我哋知道今日社會嘅情形壓力好大，競爭很厲害，競爭好厲害，很多的衝突，亦都好多嘅衝突，很難揀選，好難揀選，很難一面能受好的教育，好難一方面可以受好嘅教育，有高的職位，有高嘅智慧，就不能跟隨主侍奉主，就往往唔能夠跟隨主侍奉主。很多有心願給主用的青年人就這樣失去了。好多本來有心願為神所用嘅年青人就咁樣隨流失去盼望我咗。們從但以理身上看見，盼望我哋從但以理身上嚟到睇見，這兩件事是沒有衝突，呢兩件事根本冇衝突主若嘅。給我們機會受好的教育，感謝主，主若俾我哋有機會受好嘅教育，我哋感謝神，好好的學習，好好嘅嚟到學習。主若能給我們很高的職位，感謝主。如果主比較高嘅職位，我哋感謝主，主給的，因為只要係主俾嘅，我們站着為主，我哋站着嚟到為我們主，站着該站那個信仰的這個根基。我哋應該站喺信仰應該站嘅根基嗰度。到若是有的點是越過了這一個，我們就情願犧牲。如果有啲點係越過咗呢個嘅話，我哋就情願去犧牲。我們有我們信神的底線，我哋有我哋信神嘅一條底線。過了這一個，我們絕對不困在這個世界裏頭。如果過咗呢一個，我哋絕對唔會俾呢個世界嚟將我哋困住。所以這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所經歷的。呢個就係但以理同佢朋友所經歷嘅。他們經歷到，佢哋經歷到，我們都可以經歷到。我哋都可以經歷到。因為但以理的神，因為但以理嘅神就是我們的神，就係我哋嘅神。因着他進宮得了這個很高的職位，因為佢進入宮裏邊得到呢個好高嘅職位，就遇見一個很厲害的危機，又遇見咗一個好厲害嘅危機。當這個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當呢個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有一天晚上做了很奇特、很可怕的夢，有一天晚上做咗個好可怕嘅夢，他起來完全忘記了。佢但係瞓醒咗，完全唔記得。可是他那個夢給他那個震撼還存在哪裏？但係嗰個夢俾佢嘅震撼仍然喺佢心裏邊，所以他就把這些執事，就是這有學問人都召來說。所以佢將巴比倫嘅術士、有學問嘅人都召咗嚟。我昨天做了這個夢，就話我琴晚發咗個夢，忘記了，我唔記得啦。要你們來告訴我那個夢是怎樣。你哋話俾我知，我個夢係乜嘢？你看過不過分呢？過唔過分啊？頂夢是你做的，夢係你發嘅，我怎麼知道？我點知你發乜那我夢呢？亂講一趟，那可是我的命也沒有啊！如果我亂講，可能我命都冇埋。這不能亂來的。呢個係唔能夠亂嚟噶。這術士執事就說：王啊，請你告訴我們
所以呢啲班術士就同王講啦，王啊，你話俾我知。你告訴做什麼夢，那我們可以跟你講。如果你話俾我知發咩夢，我就幫你解夢啦。哎呀，這個王啊，不僅不聽，還生起氣來。呢個王唔單止唔聽，仲發嬲。你們是騙我的，你哋係呃我嘅。因為再不解夢，個個都殺頭。如果再唔解夢，個個都要殺頭。這不是講笑啦，真的。唔係講笑啊，係真噶啦。那但以理和3個朋友都在這個被殺的名單裏頭。但以理同佢3個朋友都被喺嗰條被殺嘅名單裏邊。沒有這份工還好啊，唔打呢份工好過。這份工帶了我的危機耶。呢份工為我哋帶嚟危機啊。那怎麼應對？點樣應付？從人看不可能嘛。從人睇唔可能。後中就講，昨天你做什麼夢？忘記啦。頂問我發咩夢，我唔記得。好似冇發過夢。係就發了夢我也不知道，發咗夢都唔記得噶。你一定要我講，我說不可能啊！你一定要我講，點可能呢？這個王就是這樣霸道無理的。呢個王就係咁霸道咁無理啊！這個消息傳到但以理那裏去，呢個消息傳到但以理耳中，他們怎麼應對？佢點樣應對？帶同3個朋友，佢帶同3個朋友，不做別的，唔做任何事，就夫婦在神面前同心合意地禱告，就係俯伏喺神嘅面前同心合意嘅禱告。請記得，請你記得，這是但以理應對危機的一個方式。呢個係但以理應對危機嘅一個方法。他們一同禱告，佢哋一同禱告，感謝神，感謝神。當天晚上，當晚，神將這個夢和夢的意思全部告訴但以理。當天晚上，神將呢個夢同呢個解夢嘅意思全部話俾但以理知道。但以理敬拜神，但以理敬拜神，所以就通知說他可以替王解夢。所以就通知嗰啲大臣話佢可以為王嚟到解夢。這個王得咗這個圓滿的解釋，呢個王得咗一個圓滿嘅解釋，非常的喜樂，非常嘅喜樂。他真是五體投地，佢自己可以話五體投地。他在裏說這個神是萬神之神，萬王的王。佢甚至話呢個神係萬神之神，萬王之王。他做了為神做了極其奇妙的見證，佢為神作咗個極其奇妙嘅見證。所以王就提升他作為總長，很高很高的地位。所以王就將佢提升成為總長，呢個好高好高嘅地位。就是我們第2段聖經那裏提的。呢個就係第2段聖經裏邊所提嘅。我們可以一起讀一下。我哋可以一齊讀一讀第2段的聖經。第2段聖經。但以理2章46到48節。但以理書2章46到48節。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給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對但以理說：你既能顯明這奧秘的事，你們的神誠然是萬神之神，萬王之主，又是顯明奧秘事的。於是王高抬但以理，賞賜他許多上等禮物，派他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他為總理，掌管巴比倫的一切節事。奇妙嗎？奇唔奇妙呢？弟兄姊妹，當時這個巴比倫是最有權勢的這個王，當時巴比倫王係一個最有權勢嘅一個王，而這個但以理是個年輕小者。呢個但以理不過年輕嘅小伙子，他大概那個時候也20歲左右，當時只不過20歲左右，而且是俘虜，是敗國的子民啊，而且係俘虜啊，係敗國嘅子民。那個地位、那個年歲、那個差得太遠啦，地位同年歲都差得太遠。但因為這一件事情震撼了王，但係因為就喺呢件事情震撼咗王，他實在看見知道但以理說的千真萬確。佢實在知道但以理所信嘅係千真萬確，而且但以理是開口說是神才知道這些事情，並且但以理開口話只有神先知道呢一切嘅事情。我的神告訴你這些要發生的事情，係我嘅神話俾你知呢一切要發生嘅事。所以這個王竟然在但以理面前下拜，所以王居然喺但以理面前下拜。誰高啊？
邊個高啲？王高還是但以理？係王高啲還是但以理高若是啲呢？但以理沒有這樣去禱告，得着主的答應，但以理就沒有命啊。如果但以理冇向神禱告，得到神嘅答應，佢連命都冇啊！他就為咗這一個替神做了美好的見證，佢為咗呢個緣故，為神作咗個美好嘅見證。所以王就派他做總理，管掌巴比倫一切的這個執事。所以王就升佢為總理，管理巴比倫所有嘅節事。這個危機轉為良機。呢個危機轉成良機，看見沒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睇見呢？你竟然一個青年可以在王宮裏頭為神做活的見證，一個青年人居然喺皇宮裏邊為神做呢個活嘅見證。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工作單位裏頭，不管他多高多大，我哋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工作單位裏邊，無論我哋 boss 幾咁高幾咁大，只要我們剛強站住為神做見證，只要我哋剛強站住為神做見證。當然我們在地上那一份工作要做得好。當然喺地上嘅工作我哋要做得好，這一份工作做得好，也令這個王另眼相看。呢個份工作做得好，亦都能夠令王另眼相看。在這個時機，也要這個但以理抓住機會，給神做美好的見證。但以理找住呢個機會為神做美好嘅見證。接着我們看見這個王又再做一次夢，跟住我哋又睇見呢個王又發咗一個夢。這個夢就不太好啦，呢個夢就唔係幾好啦。連這個但以理都很怕，不敢講話。連但以理都好懼怕，唔敢講說話。王說：你照講。王就話：你照直講啦。但以理說：但以理話：你自高驕傲，你自高，你驕傲，得罪了至高的神，得罪咗至高嘅神。神要放逐你到曠野，以牛羊同過日子。神要放逐你到曠野，同牛羊一齊過生活。你要知道這句話不好講的，呢句說話好難講噶。這個講出來，這個自己也沒有命啊！講出嚟可能自己命都冇啊！若這個王不信，這個王生氣的話，你亂講。如果王唔信，王發嬲，佢話你亂講。我站在這麼高地位，我怎麼會去做？你變成一個野獸一樣。我喺咁高嘅地位，我點會變成一隻野獸一樣呢？沒有啊，神就這樣做事。冇神咁樣嚟到作事，借着但以理自言說到真相。神借着但以理自然嘅講到呢個真相，他接受，佢接受到。同時，但以理向王勸告，同時但以理向王勸告，勸他棄惡行善，勸佢棄惡行善。一個這麼低下的這個職員，一個咁樣低下嘅職業，能向最高的上司講勸告的話，居然能夠向最高嘅上司講一個勸告嘅說話，要多大的膽量？要幾咁大嘅膽量？那接續下來，接住落嚟，因為他被放逐了，所以他這個王的後代就接着來做王。因為佢被放逐啦，所以王嘅後代就接續起嚟做王。大概是他的孫子叫做伯沙撒，大概係個孫叫做伯沙撒，就接住位來做當時的王，就接住做巴比倫嘅王。那這個王非常的狂傲，呢個王非常嘅狂傲，他竟然將神殿裏那些被擄的聖品在宮中歡宴。佢居然利用被擄嘅神聖殿裏邊嘅聖品，用嚟喺宮中裏邊嚟到歡宴啊！所以忽然在前上就顯出幾個字忽然喺牆上面顯出咗幾個字嚟，嚇得他臉都變了，嚇到佢成塊面都變晒色，怕的，他也不知道什麼意思，佢唔知道咩意思，但係好驚。結果太後就推薦了但以理，結果太后又再次推薦但以理。大概但以理那個時候不是那麼被看重，大概當時但以理冇咁被看重啦。但這個太后說，在被擄的城中有一個叫做但以理，但係太后就話喺被擄嘅人中有一個人叫做但以理。你看他們雖做了朝廷的大官，他們還是帶着那個被擄的身份。雖然佢哋做咗大官，仍然帶住呢個被擄嘅身份。他說他裏頭有美好的靈性，佢話但以理佢裏頭有美好嘅靈性，他可以
給你解釋這個夢。佢可以為你解釋牆上邊呢啲字。所以這個王就把但以理這個請去。所以呢個王就將但以理嚟到請嚟。他先告他，如果你給我解夢，我給你什麼什麼好處，什麼什麼寶，給你什麼地位。佢就話，如果你幫我解釋嘅話，我就俾你乜嘢好處，乜嘢地位。但以理謝謝，這些我都不需要。但以理多謝，呢啲我都唔需要。他向這個王說真實的話語，佢依然向呢個王講真實嘅說話，不顧他的後果，唔顧自己本身嘅後果，真相，只係講真相。神怎樣要對付他的這個狂傲的王？神要點樣對付佢呢個狂傲呢個王？他就直接向這個王講，佢直接同呢個王講，還不稱他為王，他說伯沙撒。佢甚至唔稱佢為王，佢直呼其名話伯沙撒啊！指知他在神面前的狂傲，指出佢喺神面前嘅狂傲，心不謙卑，心唔謙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竟向天上嘅主至高。你我做到嗎？你同我可以做得到嗎？能在上司面前不是亂講話，喺上司面前我哋唔會亂講話。但若是神要你說真話，但係神如果要你講真話，會不會講？你會唔會講？考慮你的職業前途，最好不說。諗下自己職業嘅前途，最好都係唔講。我們只說報喜不報憂，恭喜好話。我哋只係通常報喜不報憂，總係講恭喜人嘅說話，不敢把真實講出來，總係唔敢將真相講出嚟。他只說這個話，佢直講呢句話。當天晚上，佢話當天晚上，這個王就死掉了。呢個王就死啦，不僅死了，整個巴比倫王國也結束了。唔單止佢死咗，整個巴比倫王國都要結束啦，被波斯馬代的來代替了，俾波斯馬代嚟到取代。他們將這個王殺死了，佢哋將呢個王殺咗，這個朝代結束了，呢個朝代結束啦。按規矩，這個國沒有了，所有裏頭的這個特別高職位的臣僕都被解除了。按照嚟到講，呢個王國結束啦，佢裏邊高級嘅大臣應該嘅職務應該全部被解除嘅。但稀奇的，這個新王還啟用了但以理。但好稀奇嘅，呢個新王還是啟用但以理。你看，這個敗國滅國的將士，還能用在新的國嗎？呢個敗軍之將，仲可以被新嘅國嚟到利用嗎？若不是但以理有好的名聲，如果唔係但以理有好嘅名聲，有好的表現，有好嘅表現，他絕對不會給這個新王來啟用。佢絕對唔會俾呢個新王嚟到啟用。當然，因着他被這個新王所使用，也把他擺在很高的職位上。佢唔單止被新王啟用，並且將佢亦都擺好高嘅地位上面，所以就遭受新朝代的新這個臣僕們就嫉妒就反對，結果就引嚟新王啲臣僕嘅嫉妒同埋反對。那是當然的嘛，當然係會咁樣樣這些嘅。巴比倫的人都不能可用啦，呢啲巴比倫人都唔應該用噶何啦，況你是巴比倫裏頭的那些俘虜猶太人，何況你仲係巴比倫嘅俘虜係猶太人，當時他們看不起啦，更加唔會俾人睇起。為什麼新王不用我們做這個位，要記這一個外邦族人來做這個高位？點解王唔用我哋，要用呢個外邦嘅人嚟到做呢啲高位呢？所以他們憤憤不平，佢哋憤憤不平，就想在這個但以理身上找毛病來告他一狀，所以就希望喺但以理身上揾毛病嚟到告佢一狀，讓他不能坐上這個高位，令佢唔能夠坐上呢個高位。可是他們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上找不到任何的毛病，但係佢喺但以理嘅身上，喺個工作上，喺個生活上揾唔到一啲嘅毛病，所以他只能從他的信仰方面來下手。佢只能夠喺個信仰方面嚟落手。他們就向新王有一個建議說，佢哋就向新王做出個建議，在30天之內，佢哋話喺30日裏邊，若是任何一個人向
除了王之外，向任何的神、任何的人禱告、求告的話，通通都要治死。如果喺呢三樣裏邊，除咗對王之外，向人、向任何嘅神去下拜嘅話，全部都要處死，而且是丟在獅子坑的裏頭，並且要將佢放喺獅子坑裏邊。但以理知道這個事，但以理佢知道呢件事，但以理也知道他們因嫉妒所弄出了一個陷阱。佢亦都知道呢個係佢哋因為嫉妒而弄出嘅一個陰謀。但以理怎樣做？但以理點做呢？因為在但以理的對神的生活裏頭，因為喺但以理對神嘅生活裏邊，他每天3次，佢每日3次雙膝跪在神的面前，有禱告，有感謝。佢雙膝跪喺神嘅面前，禱告同埋感謝。孩子在窗開着，向着耶路撒冷來過這個禱告的生活，並且係打個窗對住耶路撒冷嚟過呢種禱告嘅生活。那這些的這個同事們知道他，嗰啲同事就知道佢，所以就從這裏入手，要告他一狀。所以就從呢度入手，要告佢一狀。看看但以理你怎麼應對這個事？就睇一睇但以理你點樣應對呢一件事。後東啊，若是你我們怎麼辦啊？停下禱告都冇問題。向主告假吧，或者我哋會向主告假。30天主啊，對不起，同主講對唔住啊，太危險了，危險得滯。若是我再這樣做，我命沒有啦。如果再咁樣做嘅話，命冇噶啦。寬容我，只有30天。寬容我啦，30日。30天過後就沒有事。30日之後咧冇事啦。那不然的話呢？不然嘅話，很簡單嘛，好簡單，把窗關起來，閂埋個窗咪得啦。窗簾放下，放低埋個窗簾。再不行啊！如果再唔得，我睡在床上，我瞓喺床度，大被一蓋，大被冚個頭。我但你禱告人看不見咯。我咁樣禱告冇人睇得見噶，行不行啊？得唔得啊？是不是很好啊？係咪好好嘅建議啊？為咗保命嘛，因為要保命啊嘛。我就委曲求全咯。我就委屈求全啦。我就投降一次，妥協一下嗎？我只係投降一次，妥協一次。不然我就那時候已經年紀很高了我就下獅子坑啦。如果唔係我年紀咁大就要落獅子坑噶咯。感謝神，感謝神冇。但以理不是這樣，但以理並唔係咁樣樣。在這裏聖經說如素常一樣。聖經話俾我哋知佢好似素常一樣，一天3次跪在神面前禱告感謝，一日3次跪喺神面前禱告感謝。他敬愛神，佢敬愛神，他看見神是最可愛、最可珍貴、不能背棄的一位神。佢睇見神係最可愛、最值得佢敬畏、唔能夠背棄嘅一位神。我的命保不保得住是其次，我嘅命保唔保得住係其次。我要你的名得着高舉，我要讓你嘅名得着高舉。我要你的名在這裏被稱讚，我要你嘅名喺呢度被稱讚。所以我公開的就這樣照常，我們最喜歡的素常一樣，天天這樣，他就沒有改變他。我最喜歡嘅就係素常，就係經常一樣，天天一樣，冇改變嘅咁樣嚟到向神禱告。這個事給他們這些敵人知道了，呢件事係俾佢嘅敵人知道啦。他怎麼知道啊？佢哋點樣知道啊？像你這裏很多狗仔隊有咩？佢哋當然有啲狗仔隊啦，就隨着去看。佢喺度睇如果在樓上，可能還到前面樓梯上去看但以理是不是？可能爬上樓梯嚟到睇一睇你，但以理喺度點樣樣？哇！你但以理竟然違背王令就睇見但以理你居然違背王命，還站在你的神面前跪着禱告，仍然敢喺你嘅神面前跪喺度禱告。這個把柄抓到了，佢哋捉到呢個把柄，你死定了，你死梗啦！所以去到王面前嚟告狀去，所以就喺王面前嚟到告狀。這個王很愛但以理，呢個王其實都好愛但以理，很不想，佢好唔想。他是給他們陷到這個陷阱裏頭但係佢俾佢即係落一個佢哋嘅所設嘅計謀嘅裏邊，考慮了很久，不敢下手，所以佢考慮咗好耐，唔敢落手。這些情報就盯着他說，嗰啲人就盯住佢話，這是國家的國法，呢個係國家嘅國法，已經這個蓋了印子，絕對不能改的。你抌咗印噶啦，唔能夠改嘅。在我們馬代波斯王裏就是這樣，喺我哋馬代波斯王嘅裏邊規矩裏邊就係咁樣樣嘅。
你王宣告了，你王宣告咗蓋啦，上印了，蓋上印啦，連你王自己還不能收回的。你自己你啲王嘅本身都唔能夠收回所以這，個眾臣起來就圍攻這個王，所以你一齊起嚟圍攻呢個王，這個王不得已呀、呢個王萬不得已，就照着該做的，把但以理活活的丟到獅子坑裏。所以只能夠將但以理活活嘅丟到獅子坑裏邊。有命嗎？有冇命啊？不止一隻獅子，可能好多獅子。可能唔單止一隻獅子，好多隻獅子㗎。哎呀，那個王啊，真愛但以理。呢個王真係愛但以他理，那個晚上，整個晚上沒有睡覺，佢成晚瞓唔着，他很擔憂這個事情，因為佢擔憂呢件事情。他怕他這個這麼好的臣僕啊，就這樣被犧牲了。佢好怕呢個佢最喜歡嘅神僕係咁樣犧牲咗。所以隔一天一清早，所以第二日一大清早，他就跑到這個獅子坑裏頭，佢就走到去獅子坑裏邊，要看看這個事情到底如何。佢要睇一睇呢個事情到底如何。那是在第6章那裏講的哈。嗰度係第6章裏邊講嘅。這個4日就19節，6章19節說6章19節話，4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往獅子坑那裏去。次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往獅子坑那裏去。臨近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臨近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對但以理說：永生的神對但能救你脫離獅子坑嗎？對但以理講，永生嘅神能夠救你脫離獅子坑嗎？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脫離獅子坑嗎？你所侍奉嘅神能夠救你脫離獅子坑嗎？但以理死了沒有？但以理有冇死到啊？有沒有？有冇啊？沒有。冇死到。但以理對王說：萬王元帥，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因我在神面前無辜，我在王你面前也沒有行過任何虧損的事。但以理話：願王萬歲！我嘅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嘅口，叫獅子不傷我，因我在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虧損嘅事。神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裏繫上來。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裏繫上來。於是但以理從坑裏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他信靠他的神。於是但以理從坑裏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他的神。但以理以他的生命來見證我們的神。但以理以佢嘅生命嚟到見證我哋嘅神。我再說他愛神，我再話佢愛神，看他神的比他的自己生命更好。佢愛神，看佢比自己嘅生命更為寶貴，所以神就出來做事。所以神就出嚟做事，竟然封住獅子的口，沒有將它吃掉，竟然封住獅子嘅口，唔食咗但以理。這是個大神蹟，呢個係一個大嘅神也是個蹟，大見證，亦都係一個大嘅見證。所以你看20節，王下令人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連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帶來，扔在獅子坑中。王就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嘅人，連他們嘅妻子兒女都帶來，扔在獅子坑中。他們還沒有到坑底呀，獅子就抓住他們，咬碎他們的骨頭。他們還沒有到坑底啊，獅子就抓住他們，咬碎他們嘅骨頭。不是這些無牙的獅子啊，呢啲唔係冇牙獅子嚟是活的，係活嘅。對着但以理上，他們一點都不敢咬。但係對住但以理，佢一啲都唔敢咬佢。但王把這個反對人丟到下去，馬上都吃光了。但係將呢啲反對嘅人丟落去嘅時候，就全部將佢哋全部食晒。這一個活的見證，呢個係一個活嘅見證，令萬人認識但以理所信的神是怎樣的神，讓萬人你都認識但以理所信嘅神係一位點樣嘅神。所以下面應該在我們的場刊裏頭的第5段、第5段喺我哋看，我哋可以睇一睇我哋長刊聖經嘅第5段。這個王怎麼樣來回應他所看見
呢個王活的見證。點樣嚟到回應佢所睇見呢個活嘅見證？好不好？就是25節到28節，大家一起讀。我哋一齊讀但以理書6章25到28節。那時大利烏王傳旨，曉諭住在全地各方各國各族的人說：願你們大享平安。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戰驚恐懼，因為永遠長存的活神，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他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如此，這但以理當大利烏王在位的時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時候，大享亨通。這一個見證帶來一個何等美好的結果！呢個見證帶嚟何等美好嘅結果！這個外邦不是神顯明的王，呢個喺外邦顯明，不是神的選民的喺唔係神嘅選民呢個地方裏邊。然而他因着這個事情下聖旨到全國的人民。然而佢話因為呢個事件嘅緣故，佢下聖旨達到全國嘅人民。你注意啊，他說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你要注意呢度話要喺但以理嘅神面前，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要喺但以理神嘅面前戰驚恐懼，要戰驚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活的長存的活神，因為佢係永遠長存嘅活神。他證實了，佢證實咗，透過了但以理這個見證，透過但以理呢個見證，認識但以理所信的神是永遠長存的活神，認識到但以理所信嘅神係永遠長存嘅活神，神的國永不敗壞，亦都提到神嘅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佢嘅權柄永存無極。他就在這一個，佢就喺呢一個當時很有這個地位的王面前，喺呢個當時好有地位嘅呢個王嘅面前，統治天下的這個王面前，一個統治天下嘅王嘅面前，給他看見，俾佢睇見，我們的神才是統治萬有，我哋嘅神先係真正嘅統治萬有，我們的神掌握一切，我哋嘅神掌握一切，他的權柄他的國度不能敗壞，佢嘅國度唔能夠敗壞，連這個王都替了神做見證，連呢個王都替我哋嘅神做見證。感謝神，感謝神，這就是得勝者他的生活。呢個就係得勝者嘅生活。呢個時間我們只能快地結束啊，提到末了一點，因為時間我哋要快要結束啦，我哋只能夠提到最後嘅一點。之後神要多次借着異夢異象向但以理啟示，跟住神接住用好多嘅異象同異夢繼續向但以理啟示，把神心中的旨意計劃，將神喺心裏邊嘅計劃同埋旨意是怎樣去執行，怎樣去完成的，點樣執行，點樣完成，都一一顯明給但以理知道，都一一顯明俾但以理知道。這不是一件小事啊，呢件唔係一件小事啊，大的事情，呢幾件大嘅事情。但以理當時所得的啟示是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大。但以理當時所得嘅啟示係非常嘅重要，亦都係非常嘅大嘅，關係到神要實現他國度之前，就係神要實現佢嘅國度之前，他如何要對列邦列國來處理來應對，佢點樣嚟到處理應對列邦同埋列國，要怎樣審判這個世界，佢要點樣審判呢個世界，是怎樣帶進他永遠的國度，佢點樣要帶入佢永遠嘅國度，都把它顯明出來，都將佢顯明出嚟。這個啟示大到連這個但以理都驚慌啊！呢個啟示大到連但以理都覺得驚慌，都恐怕，佢都恐懼，甚至於是他就昏倒了，生病了，甚至佢暈咗病咗，因為太深奧了，因為呢個啟示太深奧他也啦，不太懂得什麼意思，為什麼發生，佢都唔懂得係咩意思，點解會發生，所以天使來給他解釋，所以天使嚟為佢解釋。這些寫下來的預言，
呢啲寫落嚟嘅預言，好多已經應驗，好多已經應驗，有啲正在應驗，有啲喺度應驗緊，還有一部分還沒有應驗。有一部分仲未應驗。但以理所得到的啟示，但以理所得嘅啟示跟新約同新約約翰在啟示錄所得到啟示非常相符合。約翰喺啟示錄裏面所得嘅啟示非常嘅相符合。在啟示錄末了神國建立之前，地上的審判很多跟但以理預言是相對的。啟示錄記載，當神國實現之前，喺地上所有好多發生嘅事，可以同但以理書一齊相對嚟到讀。或者說按照但以理所看見說出來預言一一要去實現，或者可以話按住但以理所講出嘅預言係一一咁樣嚟到應驗。特別在但以理能夠讀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的書，特別但以理讀到先知耶利米書，說到神的審對以色列耶路撒冷審判70年滿的時候，當神對以色列耶路撒冷審判70年滿咗之後，神會讓他們得着復興，神會讓佢哋得着復興。但以理知道這個事情，但以理知道呢件事情，在神面前喺神面前禁食，披麻蒙灰，披麻蒙灰，定義向主神祈禱，定義向主神祈禱祈求，這是他得勝的另一方面的生活。呢個係佢得勝生活嘅另一方面。當他知道神的心意的時候，當佢知道神嘅心意嘅時候，他是以這個禱告來回應，佢係以禱告嚟到回應，是一再地苦苦懇求神，佢一再嘅喺神面前苦服懇求，照着他的心意來地上做事，按照神嘅心意喺地上嚟到做事。他不是漠不關心的，佢唔係漠不關心嘅，他是在那裏真實的回應神對他的啟示，佢喺度真實嘅回應神對佢嘅啟示。所以在他這樣的禱告禁食之後，所以喺佢咁樣禁食禱告之後，過了沒有多少年，冇過咗幾多年，這個古列王就下了命令，波斯王古列就下咗命令，讓以色列被俘虜的人可願意的話，可以回到故國以色列人被擄嘅，只要願意嘅話，都可以翻去故國故鄉，並且在那裏重建神的聖殿，並且嗰度重建神嘅聖殿。這是大的事情啊！呢件係一件大事，整個國完了，整個國完咗噶啦，而且很久啦，忙咗好耐啦。現在因着神的憐憫，而家因着神嘅憐憫，神的啟示，神嘅啟示，得到但以理禱告的回應，得到但以理禱告嘅回應，神答應了這個禱告，神答應咗呢個禱告，讓他們回去，就讓佢哋翻去。但以理是處在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時代裏頭，但以理實在處喺一個好特殊嘅時代裏邊。他先在沒有被擄的時代，佢先喺未被擄嘅時代，然後經過被擄的時代，然後經過被擄嘅時代，現在看見被擄人可以回歸，而家可以睇見被擄嘅人可以回歸。雖然他那個時候大概已經將近90歲了，雖然可能當時佢已經接近90歲，他自己不能回去，佢自己翻唔到去，但是實在有一批愛神的人就回去了，實在有一批愛神嘅人回咗去啦，重建聖殿，並且重建聖殿。神的計劃能繼續在他的子民身上的執行，神嘅計劃可以繼續喺個子民嘅身上嚟到實行。這是太大的事情，呢件實在係一件太大嘅事情。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主在每一個時代，主喺每一個世代都要得着一批人，主都要得着一批人來替他做見證，嚟為佢做見證。這一批人，一面他們可以在地上佔了很不錯的地位，佢哋一方面喺地上面賺到一啲唔錯嘅地位，但以理大概在這個政的上面有70年，但以理大概喺呢個政治上面有70年，經過幾個巴比倫的國王，經過咗幾個巴比倫王，到了波斯這個馬代古列王，又經歷過波斯馬代去到古列王，他還在那裏當政，佢仍然喺嗰度當政，朝代可以更換，朝代可以更換，他還站在那裏，但佢仍然企喺嗰度。為什麼？
點解？因為他敬畏神，因為佢敬畏他有神，好的表現。佢有好嘅表現。如果他在這些年間沒有工作，沒有好的表現，如果喺呢幾年間佢工作上面冇好嘅表現，怎麼能夠改朝換代？他還可以站在那個高位。佢點樣可以改朝換代之餘，佢仲依然站在高位呢？所以不是說我們好高的職位，我們就不能侍奉神、見證神。所以唔係話我哋有高嘅職位就唔能夠侍奉見證神嘅。像但以理絕對可以，好似但以理佢絕對可以。今天需要在我們的時代，神今日需要喺我哋呢個時特別代，我們盼望青年人就起來，特別盼望青年人能夠起嚟，中壯年人們起來，中壯年人能夠起嚟，不要放棄神給我們的託付。唔好放棄神俾我哋嘅託付。不管在哪一個崗位裏頭，不管喺邊個崗位裏邊，我們都可以為神做見證。我哋都可以為神嚟到做見證。不要太顧到我們自己的前途，唔好太顧到我哋自己嘅前途。我們怎麼打算都不如神的打算。我哋點樣打算都唔似神嘅打算。讓神來主宰，讓神嚟到主宰。所以從但以理成為得勝者的這個經歷裏頭，所以喺但以理成為得勝者呢個經歷嘅裏邊，我們可以這樣簡單地說，我哋可以咁樣簡單嚟到講。我們從亞伯蘭和摩西看見，從亞伯拉罕、從摩西，我哋睇見，這個亞伯蘭因信這件事情成了他得勝的一個要素。亞伯蘭因為信呢個緣故，成為佢得勝嘅要素。摩西因着盼望，也是而了成為得勝者。摩西因為盼望，亦都能夠成為一個得勝者。但我感覺但以理不僅因信因望，但我感覺到但以理唔單止因信同埋因望，但以理更因愛，但以理更因愛，愛神，愛神，愛神的話語，愛神嘅話愛神語，的旨意，愛神嘅他不旨意。信神依靠神，佢係信神倚靠神他，不只知道他有盼望，佢唔單止知道自己有盼他望，能愛神。佢仲愛你神。愛神，他就把所有的主權交給神，當你愛神，就將所有嘅主權嚟到交俾讓神，神來替他主持。讓神嚟到為佢主宰。所以但以理因着愛神是個奉獻的人，因為愛神，但以理都係一個奉獻嘅人。但以理因着愛神一個禱告的人，因為愛神，但以理一個禱告嘅人。但以理因着愛神也為神做見證的人。因為愛神，但以理都係一個為神做見證嘅一個人。盼望我們從這裏學到功課，盼望我哋都能夠從呢度學到功我們在課。這裏所學做一個愛神的人，我哋學習咗一個愛神嘅我們人。學習奉獻，我哋學習奉獻，把我們的主權交給永活的神，將我哋嘅主權交俾永活嘅神。他會來安排，他會來看顧。佢會嚟安排，佢會嚟看顧。我們要學習做禱告的人，我哋都要學習做一個禱告嘅是人。禱告保護了但以理的一生，係禱告保護咗但以理嘅一生。所以他維持一生天天親密的交通。所以佢終此一生係天天同神有親密嘅交我通，命可以不可以沒有，禱告神的生活不能停止，甚至命可以冇，但係禱告神嘅生活唔能夠停。一生就是個禱告的人，一生就係一個禱告嘅從人，年幼到年老都是一個禱告的人，從年幼到年老都係一個禱告嘅人。而且在任何環境中，他抓住機會，替我們的神做榮耀的見證，並且佢找住任何嘅機會，為我哋嘅神做榮耀嘅見證。盼望在座的人們被主得着，盼望在座嘅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被主得着，有更多的青年人、青壯年人真被主得着。盼望更多嘅青年人、青壯年人被主得着。主，我把自己獻給你。主，我哋將自己嚟到奉獻主俾你。，我願意我的生活是個禱告的生活。主，我願我生活一個禱告嘅生活。主，我願意在任何環境可能的時候，我替你做榮耀的見證。任何環境時候，我為你做榮耀嘅見證。所以弟兄姊妹，唔知你今朝早晨聽見呢啲信息，你心裏有咩嘅感受？一路同頂翻譯嘅期間，一路心裏邊有好多嘅提醒。今日嘅主題係講到但以理，但以理嘅特徵係剛強行事。親愛弟兄姊妹，我想問下弟兄姊妹，你覺得自己係剛強還是係軟弱啊？你係剛強嘅器皿、剛強嘅肢體，還是係軟弱嘅器皿，還是係軟弱嘅肢體咧？當書信年仲係好通行嘅時代，嗰啲弟兄姊妹寫信喺句尾最中意加4個字嘅，就係主內弱之，或者主內沒之。明唔明我講乜嘢？即係好軟弱嘅肢體，
剛才咧，我哋喺擘餅聚會期間，弟兄姊妹唱詩唱到愛的泉源亮講，弟兄姊妹呼籲我哋邊一節咧摸着我哋嘅期間就站起嚟唱。我自己留意一下，最多弟兄姊妹站起嚟唱嘅係第3節。點解呢？因為第3節話，因為惡性如我，也得因站來親近神。我哋知道我哋係一個惡性嘅人。第5節就更多弟兄姊妹站起身，因為我真是一個虛空嘅器皿，對你從無一次戀慕嘅心情。或者心底嘅深處，我哋覺得我哋都係一個軟弱嘅器皿。親愛弟兄姊妹，你覺得但以理係咪一個剛強嘅器皿，還是軟弱嘅器皿啊？弟兄姊妹，如果問我嘅話，我覺得但以理同我哋一樣，都係血肉之體，佢都有佢嘅軟弱。佢嘅剛強在於佢敬畏神，佢嘅剛強在於佢愛神，佢嘅剛強在於佢常常向神禱告。親愛弟兄姊妹，我哋都係軟弱嘅器皿，但係當我哋愛神，當我哋敬畏神，當我哋常常禱告神，我哋都可以成為剛強嘅器皿，喺呢個時代為神作剛強嘅見證，為神站起嚟剛強行事。當我哋願意奉獻我哋自己嘅時候，我哋就能為神做美好嘅見證。甚至當我哋將最好嘅都奉獻俾主嘅期間，我哋就能夠剛強喺呢個時代裏邊，喺咩環境裏邊都為神做剛強嘅器皿。我哋都可以成為得勝者。我哋軟弱嘅人能夠成為得勝者嘅秘訣，唔係因為我哋本身好本事、好剛強。我哋軟弱嘅能夠成為得勝嘅器皿，只有一個原因：我哋願意將我哋自己奉獻俾主，甚至將我哋最好嘅嚟到奉獻俾主。